遮个山谷拢要屯互伊甜，大细个山头拢要掘互伊加，弯弯个要改互伊直，坎坷个要修互伊平。耶和华个荣光的确显现，见若有血气个，要拢看见，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嘴讲的。咱三国内吟诗，正诗25首，奇妙姓名，至善阁美丽。咱三国来吟第1节到第3节。三甲来祈祷，愿伫天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兴到，你的旨意一直伫地里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得带阮入地市，要救阮脱离迄个歹个。因为国、权、荣光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接续，请咱三甲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，落阴府。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，坐伫全能的爸，上帝的大名，伊要对他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是圣神，我是圣，公堂的教会，圣道的上通，罪的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接续咱三角来启用。今早起咱要启用的是启用文56篇，圣诗后面启用文56篇。咱三角来启用。创世以前就道甲上帝同在。伊伫创世以前就甲上帝同在。一切受造的，逐项拢是通过道来创造。这个光伫黑暗中得照。伊伫世间通过伊来创造，毋过世间人毋捌伊。
遐个接纳伊个，就是信伊个人。因毋是对血统，是对族裔。都诚做人踮伫咱中间。咱有看见伊的荣耀。伊对伊满满的恩典。律法通过摩西颁布。无人看见上帝。咱三甲压头做伙来祈祷。全能永远的爸，你是平安的源头，你爱阮众人和睦，人若认捌你，就会得永远活；侍奉你，就会得喜乐。伫你圣的安息日，愿众兄弟姊妹犹原迫切，心无要雕见你的面，愿为你到你的圣殿。伫遮，阮要三角敬拜学乐你，求主你降临伫阮中间。恬静阮的心，互阮会当专心倚靠你，听谈你的话命的教示。主啊，世间一切的权能拢归伫你，恳求你看顾，拢总受造的。怜悯阮的国家，拯救阮脱离罪恶，也恳求你施恩伫阮的文武百官甲各级民意代表，赐因智慧、仁爱、公义，互因无受到权力甲金钱的威胁，会晓敬畏主。尽心尽力做好的公仆应该做的角色。同时，阮也要求你不时教示阮、帮助阮，互阮会晓谦卑、包容、正面鼓舞阮的人，搁会晓用诚心为着对着阮的来祈祷。求你祝福伫因的身上，搁恳求主因带阮众兄弟姊妹行公义、心存怜悯、谦卑甲主理相同行。是落恩典安慰的主，真理甲活命只有你会当赏赐。你是阮永远的倚靠甲毋忘。你捌讲，见若着无担重担的通就群你，你要互因得到安息。阮敬听的张丽芳姊妹、萧清良兄，因受到主你的恩调，你煞因伫世间的日子甲一切的颠簸痛苦，佮使因永远的活命甲喜乐。安息伫你所为因备办的天堂乐园。主啊，求你也悠然施落恩典，祝福因的遗族，擦去因的目屎，除去因的悲哀甲悲伤，互因会当哪听主你会当哪了解主你的意思。听堂的主，阮的日常生活、工作、读册、信仰各方面，求主你保守。因带扶持，互阮每一个人拢会晓掠主最中心，尊主最大，敬畏主你，三听三帮赞，造就人、利益人，通荣耀你的圣尊名。阮也要恳求主，祝福伫阮今仔日的礼拜，甲所有要进行逐项的圣工，以及阮本周要恢复的逐项团契的例行聚会。阮拜二早起9点的智慧手机班，拜三上午10点的查经班，拜四上午9点半的长青乐活班，甲拜五上午9点半的妇女团契聚会。求主你亲自带领引带，互阮南门教会会当诚侪搁较好的社区的祝福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大家平安，今日真欢喜，甲大家三甲来敬拜。伫即个世间上，实在有足侪代志真好了解。毋过，无论发生啥物代志，
耶稣的十个救恩是咱永远无变的愿望。即马，请大家徛起来，甲咱做伙来吟这首诗歌。当人行过这无法测度的世间，最最事实在真学了解。愿迄人伊来理想事的领导，啥人有法度来成知影？当人行过这无法测度的世间，最最事实在真学了解。愿迄人伊来理想事的领导，啥人有法度来成知影？我相信有一双眼叫高他，以后有上多的代价，你会被渐渐过去，到世间轮回，我永远记着主是一个。我相信，神甲耶稣为咱定死的，予我旧的心也着改变。伊讲我的我念的，使咱生活命，我要对伊的脚步来行。我相信有一双名叫高他，底下有上多的改变，你会被渐渐过去，到世间轮回，我永远记着主是一个。我相信有一双名叫高他，底下有上多的代价，你会被渐渐过去，到世间轮回，我永远记着主是一个。我永远记着主是一个，我永远记着主是一个。大家请坐。接下来我们带来2首华语的诗歌，邀请大家继续在我们敬拜当中，我们在这世代为主来做美好的见证。有你，我能成就一切，能成就一切，因你赐我力量，凡事都有可能。有你，瞎眼能看见，生命能改变，我凭信心而活，凡事都有可能。马太福音说，在人不可能，但是在神凡事都能。现在让我们一起唱一次，有你。我活着不是凭眼见，我活着不是凭眼见，我活着不是凭感觉。
深知主你与我同在，在你绝没有难成的事，有你我能成就一切，能成就一切，因你赐我力量，凡事都有可能，有你瞎眼能看见。凡事都能满足，凡事都能喜乐，凡事都有盼望。再让我们从头唱一次。我活着不是凭眼见，我活着不是凭眼见，我活着不是凭感觉，我深知主你与我同在。绝没有难成的事，有你我能成就一切，能成就一切，因你赐我力量，凡事都有可能，有你瞎眼能看见，生命能改变，我凭信心而活。都有可能。现在我们想要邀请大家一起伸出你的双手，让我们待会跟着旋律一起来拍手哦。拍3下，再3下哦，再3下。我相信，我相信，1、2、3。我相信，我相信耶稣。我相信，我相信，1、2、3。我相信，我相信耶稣。我相信，我相信，我相信，我相信耶稣。我相信，我相信，我相信，我相信耶稣。有你，我能成就一切，能成就一切，因你赐我力量，凡事都有可能，有你瞎眼能看见。生命能改变，我凭信心而活，凡事都有可能。我相信，我相信，我相信，我相信耶稣。我相信，我相信，我相信，我相信耶稣。是的，我们相信耶稣。主耶稣说过，不论我们是在高山或是低谷，他都会与我们同在。不论我们经过水，经过火，他必开道路。我们今天来到他的殿中，我们要全然的献上，全然的摆上，求主的恩典深深的赐福在我们每个人的当中。大家一起唱，我全然的献上，我全然献上，我全然降服，照你旨意，不照我的，跟随你是我的心。祝我们全然的献上，全然的降服。我全然献上，我全然降服，在每
稣在我们今天这场的敬拜当中，能够赐下厚厚的恩典在我们身上。他为我们呢卸下我们的重担，为我们背起十架。我们要全然的献上，全然的降服，我们的心都尊主为大。我们再一起唱，全然献上。我全然献上。主不是漫无目标，我们看着十字架往前走，十字架就在前头，世界就在后头，我选择耶稣，跟随不回头。十字架就在前头，世界就在后头，我选择耶稣，跟随不回头。我们一起跟随十字架。就在前头，世界就在后头，我选择耶稣，跟随不回头。十架就在前头，世界就在后头，我选择耶稣，跟随不回头。十架就在前头，世界就我们大声地来宣告，十字架在我们的前头，十字架就在前头，世界在后头，世界就在后头，我选择耶稣，跟随不回头。将自己献上，我全然献上，我全然降服，照你旨意。我们在这边，我们将自己全然的献上，我们就在你的前面。全然降服，在每一天每个选择，我都说我心尊主为大。在每一天，每个选择，我都说我心尊主伟大。咱做伙同心压头来祈祷，请你主耶稣，阮满心感谢你，阮要将一切荣光拢归伫你，这是阮的敬拜。当咱仰望你的荣耀的时阵，希望你会当用你的快乐充满伫阮每一个人，因为有你的同在甲应带，稳定甲喜乐永远满满。阮安尼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咱真感谢今早起敬拜团引带咱三角来敬拜学乐，接续咱三角来共听上帝的话。今早起咱要三角共读的上帝的话是记载伫《路加福音》第1章第5节到20节，另外一个所在是伫26节到38节，就是伫咱台语汉字本63面。咱三角来看《路加福音》第1章，咱对第5节，三角来看。当犹太王希律的时，
有属阿比亚班的祭司，名撒加利亚，伊的某是阿伦的后裔，名叫伊丽莎白。因两个人伫上帝的面前是义的人，照主一切的诫命礼仪来行，无通嫌，总是因无囝，因为伊丽莎白未怀孕，两人年岁又阁老。迄时，撒加利亚照伊的班列行祭司的职，伫上帝的面前，照祭司职分的礼抽签，得着入主的殿烧香。当烧香的时，百姓规定伫外面祈祷，主的天使出现，互伊看。徛伫香坛的正边，撒加利亚看见就戆影惊吓。天使对伊讲：“撒加利亚，无得惊，因为你的祈祷已经听到啦。你的某伊丽莎白要生囝，你着甲伊号名叫约翰。你要欢喜搁快乐，侪人也要为着伊出世来欢喜。因为伊伫主的面前要做大，葡萄酒甲一切的酒拢无啉，对老母的胎就互圣神充满。伊要互以色列户的侪人活转来归主，就是因的上帝。伊要用以利亚的心神甲才能行做头，伫主的面前。互做爸的活转心伫囝，互背逆的人趁其人的智慧，为着主备办合用的百姓。撒加利亚对天使讲：“我对怎样会知这个事啊？因为我已经老，我的某年岁也老啦。”天使应伊讲：“我就是加百列，徛伫上帝的面前的，奉车甲你讲话。”报你遮个好消息，但你要静静袂讲话，到遮个事得着成会日，因为你毋信我的话，就是遐个到期要应验的话。接续咱对26节，咱搁来看。到6月日，天使加百列奉上帝所赐，到加利利一个城，名叫拿撒勒。就近一个在色女，是已经配定着互大别家的一人，名叫约翰。这个在色女名叫玛利亚，天使入去对伊讲：“得着大恩的人啊，平安，主甲你伫地。”玛利亚不知戆影伊的话，想这个请安是甚物意思？天使甲伊讲：“玛利亚。”无得惊，因为你得到上帝的恩典。当你要怀孕生囝，就甲伊号名叫耶稣。伊要做大，称作至权的囝。主上帝要用伊的祖大必的位予伊，伊要做王，伫雅各的家到代代，伊的国也无穷尽。玛利亚对天使讲：“我未嫁人。”怎样要有这个事？天使应伊讲：“圣神要降临你，至权的权能要庇荫你，所以对你生的要称作圣，做上帝的囝。佮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已经老也怀孕，并所称作未怀孕的，当有新6月日啊！因为上帝所讲的话无一句无力。”玛利亚讲：“我是主的女神女婢，愿照你的话应验伫我。”天使就离开伊去。正经读到遮，接续咱请本堂的艺团队来甲咱讲道。今早起艺团队要甲咱讲的题目是对无可能变成可能的福音人生。咱请艺团队。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先做伙来祈祷。天啊，我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，
因带阮来到你的面头前。主啊，你是慈爱，你是疼叹阮的，你诚心要引带阮人生的路。主啊，你嘛知阮伫阮的生活中间，侪所在拢有犯着罪，求你嘛赦免阮，互阮有清气的心。主啊，求你诚心差遣信心运行伫即个礼拜中间，互阮对头到尾所听到的，就是对天顶所来的话，互阮对遮来得到欢喜，对遮来得到满足，会当继续来跟对你。安尼祈祷感谢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我毋知影大家有伫追剧无？吼，大家追剧是追台剧吗？还是韩剧？还是日剧？吼我较有伫看的是台剧啦，吼。近前有迄个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，也是讲国际桥牌社，吼，就是讲台湾的一寡历史剧，吼，阁有麻醉风暴，等遮的。我今日要用的是台湾本土剧，因为以前阮妈妈要伫的时阵，我有时嘛会陪伊看电视。我毋知影大家对本土剧要有印象无？吼，以前的本土剧拢非常的长，吼，有时候会100集以上，所以看起来感觉非常的忝，吼。有的本土剧内底剧情拢会不断的重复，吼，因为伊那个情节太多了，吼，人数太多，吼，所以有的情节不断的重复。我后来有注意到，吼，就是讲，后来这几部戏，吼，有《甘味人生》，吼，有《雅琪人心》，有《美丽人心》，好像都会有一系列的人生这类连续剧，伊拢表现出来讲，哪像每一个人的人生拢有一个主题，吼，咱通过这个主题，嘛会当表现出咱人生的独特性。今日我想要甲大家来想的，就是讲，基督徒的人生对咱来讲，敢有啥物款的特色？咱先看到路加福音，路加福音咱看到的事件。这个家庭是一个无后代的家庭，无子孙的家庭。咱看到这个红字的部分，这个家庭只是因无囝，这是圣经内底讲的这个家庭。对咱来讲，咱拢感觉家庭有子孙是一种幸福。所以，咱拢希望讲，咱的家庭哪侪子孙哪好。虽然讲即摆的社会可能会感觉讲无囝儿嘛无要紧，因为即个世代哪来哪困难，所以伫现代可能无囝儿是无要紧的代志。但是以早的时代，家庭内底若子孙无够侪，你的经济会受到影响，因为无遐尼侪人做工做事，所以囝儿较侪，对这个家庭来讲，就是幸福较侪。但是对伫撒加利亚这个家庭来讲，伊一定会希望讲，伊嘛有家己的后事，伊嘛有家己的囝儿，但是伊就无法度生，伊就这个家庭就是无囝，所以互人真无奈。嘛真无助。伫即款困境内底，咱会想要知影，到底是虾米原因造成即款后果？伫第一章第7节所在，圣经有甲人讲，是因为伊丽莎白未生，而且两个人
拢嘛已经真老，所以无影仔是因为伊丽莎白身体限制，伊无法度生育。对现在来看，可能伊丽莎白就是患着不孕症，而且伊已经真老，已经无可能阁有后代啊。毋过，当咱对信仰的角度来看的时阵，敢若会感觉到有一点怪怪，因为伫信仰中间，咱通常会认为讲，义人会得到祝福，子孙满满，好业阁富足。毋过，用伫撒加利亚这个例，圣经有甲咱讲，撒加利亚甲伊的某伊丽莎白，因为因完全遵守主一切诫命，互上帝看做是伊的人。伊已经遵守一切诫命，毋过伊却无得到应该得到的回报，就是因无囝嘛无后代。但是，伫即款因无囝的时，上帝却借着天使甲撒加利亚显现，伫撒加利亚值班执行祭司的职务的时，天使对伊讲：上帝已经应允伊的祈祷，伊的某会为着伊生一个后生。这实在是天大地大的好消息。毋过，撒加利亚面对上帝的应允，伫要实现时，伊却已经无法度接受啊！伊感觉上帝若像伫话好咱，伊完全无法度信任上帝的应允。因此，咱会当了解到撒加利亚的反应。对现实来看，伊甲伊的某拢已经真老啊，敢还有可能得到一个后生？上帝这个应允实在是超过因的想象太济啊！伫遮反应就是犹豫，就是怀疑。伊连伊反应讲：“你会当互我有啥物证据无？”这也反映着撒加利亚的想法。伊就是感觉即个代志已经无可能啊！今日咱有听到另外一个故事，就是玛利亚怀孕生耶稣的故事。玛利亚是在世女，毋过伊已经互大比家的约瑟来订婚，所以伊是约瑟的未婚妻。当即时，天使也对伊显现，对伊讲：“你要怀孕生一个婴仔，你要甲伊号名叫耶稣，伊会互人称作至高上帝的囝。上帝将大庇的位互伊，伊会永远统治哪个的子孙。”这听起来好无？这听起来，这个消息真好。母亲玛利亚会生出一个大人物，伊阁会做这个大人物的老母，得到真大的尊贵甲荣光。但是这甲进前撒加利亚对天使所听到的消息差不多，拢会互人感受到有一点话好人的感觉，拢会感觉到这一切实在是无可能的代志，因为玛利亚还未出嫁。实际上，咱对面对圣经中间的新约的时阵，现在咱拢会感觉，这个新约有可能甲咱一点仔关系拢无。虽然伫历史中间捌发生过这个新约，但是拢已经是过去的代志，对咱也未够产生任何的作用。所以咱会安怎想？咱会想讲，伫信仰中间，咱只要坚持咱的教义，因信称义，咱就有可能过咱的日子啊！咱就会当入天堂，安尼就有够啊！
咱毋免阁去探讨遮个神业，一点意义拢无，毋免过头质疑遮个神业。但是，敢真正是安尼？路加福音书的作者路加，伫写路加福音的时，伊特别强调，伊所记载是伊家己有调查的事实，伊嘛照顺序写出来，想要帮助基督徒来坚固信仰，所以伊也有特别伫路加福音中间有写出遮个代志，拢发生伫什么所在。所以今日咱读圣经的时阵，你一开始的时阵，你有听到是希律做王的时阵，是希律做犹太王的时阵。所以对安尼来看，路加想要对基督徒所传达的是啥物呢？路加所要对基督徒所传达的是历史，其实是上帝伫掌权的。毋是世界伫掌权的，是上帝所决定的历史。历史伫不断发生的无可能的事件中间来造成，所以伫历史中间，侪无可能已经显明着人的活命是啥物。人的活命，毋是咱所讲的会当用科学，会当用因果关系。完全来控制，也毋是通过意识形态，也是关系来决定。伫历史中间，侪无可能，不时拢有可能转化作可能的代志、可能的机会。这是因为咱所信的上帝是互人有愿望的上帝，伊亲身互咱应允。伊嘛不断启示着咱，只要咱行伫伊的旨意中间，虽然看起来咱拄着的是无可能的代志，但是伫上帝手内底，这一切拢是有可能的。因为这个可能性是对咱的上帝来的，毋是对世界，嘛毋是对关系来的，是对上帝来的。这款应允，嘛会不断影响着这个世界。上帝应允是伫路中，是不断向咱接近。这也是基督徒拢会当见证出来的真实。亲像伫旧约的时代，以色列祖先亚伯拉罕，伊拄着的。也是无子孙的问题。伊伫75岁时阵，上帝亲身甲伊应允，伊应允亚伯拉罕子孙会亲就天顶的星，甲海边的沙遮尔济。但是亚伯拉罕某撒拉却无法度替亚伯拉罕生任何的囝儿。后来，撒拉就建议着亚伯拉罕，因为上帝禁止我生囝，归去你就甲我的女婢同房，来对伊来得到咱的囝。这是人拢会想到的办法。既然大某无法度，都想办法，搁找一个查某人来替咱生囝。所以，伫亚伯拉罕86岁的时阵，亚伯拉罕也有影得到伊的头一个后生，就是以实玛利。但是，伫亚伯拉罕99岁的时阵，上帝又搁甲伊讲：“我要赐福互你的某，互伊为着你生一个囝。”伊也要成做列国的老母。这是上帝互亚伯拉罕应允。虽然亚伯拉罕的某已经真老啊，
但是伫阿伯拉罕100岁的时阵，伊犹原得到伊的囝，就是以撒。这是咱的上帝所成就奇妙的事。只要伫伊的旨意内底，世界的事将会照伊的应允来实现。这实实在在，也是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所提醒咱的。咱爱伫历史中间注意的是上帝的应允，而且跟对上帝的旨意。咱需要拒绝的是啥物呢？咱需要拒绝的是世间的关系所决定的可能甲无可能的标准。路加提醒着咱，只要咱活伫上帝的应允中间，咱就看到上帝会将无可能转变为可能。这也是基督教历史中间咱所看到的事实。亲像咱有看过迫害教会的保罗，伫伊迫害基督徒的路中，拄着主耶稣对伊的显现，互伊来完全转变，对一个迫害教会的人，变做传扬福音的使徒。咱也看到教会，虽然因为后来因为伊有关系，搁好野，成做一个真庞大的体制。伫中世纪欧洲的时阵，就腐化，但是上帝犹原有差遣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先生来改革教会，互教会会当重生搁活起来。这拢是上帝福音的大权能，伊确实会将无可能转变为可能，甚至咱出去对教会出去，咱看到世界历史，世界关系甲咱讲，伊所建立的国度是袂摇动的国度。柏林围墙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，成做东德甲西德的界线，也确实是安尼。伫1945年大战结束了后，柏林围墙有40几年，看起来拢真坚固。伊的两边拢有军队伫看守，但是伫1989年，伫东德莱比锡的所在，伊有一间教会——圣尼古拉教会，开始烛光基督会。拄开始人也毋是真济，但是因有读到以赛亚书内底经文。以赛亚讲：爱将光照伫黑暗的所在。所以因开始基督会结束了后，因会出去行街头，徛伫路中为国家来祈祷，希望讲这个国家会当愈来愈光明。到1991年的时阵，因的人数已经非常济啊。到迄天，柏林围墙要倒的迄天，因行街头的时阵，已经有十几万人伫行街头。到后来，因伫东德、西德的边境来去，拢无受到什么款的阻挡。最后，因爬去哩柏林围墙的顶面，来甲即个围墙车倒，也无引起任何的冲突。因就安尼来车倒柏林围墙，完成历史中看起来无可能完成的大代志。世界的历史也见证着上帝的大权能。上帝是迄位将无可能转变为可能的上帝。咱的上帝才是真正掌权的主宰。伫伊的应允内面，诚做基督徒的咱，拢会当体会到对无可能转变做可能的神业。
毋过，对咱今仔日基督徒来讲，咱是毋是也有相信即个会当转变无可能的上帝？咱是毋是看到的只是这世间内底影响咱的关系？咱无法度对遐个较无公义、较无公平的人讲出任何公平的话。撒迦利亚对天使讲：“我安怎才会当知这个代志呢？我已经老，我的某嘛遐侪岁啊。”玛利亚对显现天使讲：“我无出嫁，哪会有即款代志呢？”天使对玛利亚讲：“因为出自上帝的话，无一项代志做袂到。”玛利亚讲：“我是主的女婢，愿照你的话实现伫我的身上。”上帝的应允就是借着伊的囝耶稣基督来创造历史，将无可能转化为可能。但是伫这个新界的开始，是原本话讲无可能的女子玛利亚，最后顺坦上帝的回应。伊讲：“愿照你的话，成就伫我的身上，互上帝无可能的行动会当顺利来开始。”所以，对上帝的信仰是需要顺服上帝旨意的行动来配合，互人会通经验到对无可能变成可能。咱若无法度相信上帝，无法度信任上帝，毋愿相信，拒绝相信，这世间的可能就是无可能。因为转变的可能是出自上帝的应允，毋是出自世间关系互咱的保证。当然，相信上帝的旨意，这犹原是每一个基督徒的挑战。咱有可能亲像撒迦利亚同款，伫不断祈祷中间，已经失去愿望，失去勇气，对上帝有犹豫。犹豫上帝已经袂记得咱是无？是毋是已经无可能互咱祝福？但是咱也通过撒迦利亚甲玛利亚的故事了解到，上帝旨意是超过咱的想象，咱需要靠着信心来相信上帝的应允，顺服伊的旨意，因为伊才是对无可能转变可能的上帝。咱需要有勇气进入伫伊的旨意中间，来得到伊要互咱真实的祝福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我知影咱伫即个教会可能拢真久啊。你嘛知影，咱们教会已经70几年啊。毋知你有感觉到，咱教会有啥物已经变做无可能的吗？有时我感觉到，咱的兄弟姊妹人数真济，咱是一个大教会，但是咱嘛渐渐发现到，外口的人甲咱中间哪像哪来哪有距离，哪来哪无容易进入咱的中间来参加咱的敬拜。但是我相信咱的上帝的确是互咱有应允的上帝。咱会当看到9月开始，咱有真侪社区的宣教事工会当开始。咱有手机班，咱有长期生活班，咱有烘焙班。当然，这个事工你无一定会当参加，因为有的会友兄弟姊妹要伫上班，所以你无可能来参加。毋过，这是上帝互咱教会的一个机会，因为咱教会要传福音，哪像哪来哪困难啊！
我相信会友中间，咱的周围可能咱的朋友拢是基督徒，你无啥可能拄到无信仰的人。但是通过这个社区的事工，咱会当接触到非常侪的福音的朋友，尤其是咱即马要传福音的时阵，咱知影，咱无法度干那分传单去传福音啊，因为即个世界内底有足侪生意，有足侪商业活动，拢是靠分传单，所以咱已经无可能用分传单来互别人来信福音，来进入教会。但是上帝的确用社区的事工，互咱会当甲遮个社区的朋友会当有关系。所以上帝亲身来为咱开路，咱会当来传福音，咱会当互侪侪人来进入咱的教会。所以对遮，我嘛鼓励大家，若是有时间，你会当来看卖咧，你会当来看遮个活动是安怎进行的，甲遮个社区的朋友来做朋友，来建立关系，互上帝福音会当帮助因，互上帝福音会当互因来得到祝福。所以，基督徒的人生是虾米款的人生呢？基督徒的人生就是分享祝福的人生。基督徒的人生就是互咱看到上帝对无可能转变到可能的福音的人生。愿咱拢有勇气来相信上帝的旨意，谦卑来顺从，来回应上帝。互咱人生真正真多对无可能行到福音、行到可能的福音人生，来得到上帝所要互咱真正的祝福。这也要成做咱真正欢喜的祝福。咱做伙来祈祷。听天天父，感谢你，互阮做伙来听你的话语。你嘛亲身帮助阮，互阮的性命来得到成长，互阮的性命来得到改变，会当对你的观点来看这个世界。当阮面对无可能的时阵，阮会当相信，伫你的内底，也是有可能的。阮要亲身活伫这个可能性的中间，对这来得到你要互阮的祝福。主啊，愿你亲身来引带，互阮逐工内底，拢会当相信你的应允，拢会当行伫你的应允中间，对这来得到你要互阮的祝福。安尼祈祷感谢，拢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咱真感谢家团队今早起的分享。接续咱三角来吟诗，咱要吟的诗是圣诗25首。咱即摆要吟是第1节、第4节、第5、第6，所以甲拄则咱第一摆吟的是第1节到第3节，但是即摆是要第1节来到跳到4、5、6、3，拢总要吟4节，请起立。
咱三甲准备今早起的奉献，咱请陈秀玲执事甲胡匡瑞执事来甲咱书写。感谢，请起立。报告，就是我来报告。首先欢迎大家今早去三角来做礼拜，礼拜后请各位兄弟大家留落来互相请安交谊，搁较欢迎大家到咱地下室三角来享用爱餐。第二点，今仔日是咱宣教的纪念基金奉献主日，请咱兄弟为着咱南门教会的宣教来代祷甲奉献。第三就是圣乐小组。要伫今仔日12点6楼要举行第4季的事工会议，请相关的同工会当留落来，准备三角来参与这个事工会。后礼拜日，咱有邀请嘉义中会高林教会杜忠信牧师要来咱遮证道。这个杜忠信牧师过去伫神学生的时代，捌伫咱教会40过1年，所以我相信咱大家有对伊有相当的认捌。咱后礼拜伊会来甲咱做证道，请咱大家备办心，也会当准时来参加。后礼拜，接续着咱即礼拜的拜一，迄个传道组有要推出每一日的灵修的梦想。即摆是要研读的是约翰福音，请咱伫咱的网站、咱周报顶悬有一个即个 QR code， 也甲扫描来加入。另外就是开学啊，就是咱9月开始。拜二，咱的上午9点，智慧的手机班要开班。另外拜三早起时10点就是查经班。拜四上午9点半是长青乐活班。若拜五9点半就是咱的妇女的团契的聚会。咱即礼拜有要请咱的执事陈振宇执事，伊要来主讲，这个真重要啦！吼，这个对。这毋是干那妇科呢，查甫人嘛真欢迎来听啦。转去会当帮助太太，也是以后厝边的人。另外，同款伫拜五11点雅音要合练唱，请大家会当来踊跃来参加聚会。另外就是教界的消息，即礼拜拜六上午8点半，伫大稻埕教会有要举行即个初阶的中级的训练会，报名到今仔日早止，所以请。中级若有时间的，有想要参加的，拢会当来踊跃报名。佮续来具体关怀，请咱台岛的2件代志。第一件就是咱敬听张丽红姊妹，就是石博港长老的妈妈，伊伫8月27已经
受主恩召，享年74岁。啊，这伊已经伫8月30伫宜宾已经入殓火化，礼拜已经举行了后，咱伫9月28，即个月月底9月28上午10点要伫咱遮要做迄个告别礼拜，请咱的兄弟姊妹会当为着遗族来祈祷，也请上帝的灵会当继续安慰甲扶持。第二位就是咱敬听的萧清良兄弟，伊伫8月30。游园受主恩召安息主怀，享年98岁。啊，伊家族已经预定告别礼拜要伫9月初9，就是伫后礼拜即个了后，迄个拜一9月初9，中昼12点，要伫宜宾举行告别礼拜。咱请咱各位兄弟会当为着月英姐甲因的家属遗族来祈祷，啊，愿上帝会当安慰甲扶持。另外，祈祷的事项，迄就是礼拜，咱顶礼拜的即个奉献。顶礼拜奉献，咱有牵伫咱的酒杯上后面，那请咱家己过目。若假使有订单的，咱向咱的伫我的中级，还是向咱主函遮来回应。毋知还佫有其他要补充的无？若无，是毋是咱三家来行平安礼？三甲来吟尾首的诗，圣诗42首，请来耶稣愿所愿望。
咱请乐团队来甲咱祝祷。咱做伙来领受祝福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叹、信心的感动、三通甲你众人同在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默祷。